嚟檢查，有冇啲適合520法嘅粵語歌歌詞咧？分分鐘需要你，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裏，喺太空中兩人住，唔使買樓，又有鹹魚白菜食係咪？幾開心啊！呢個意思唔係話你一齊之後只能夠食鹹魚白菜，而係你同嗰個人一齊之後咧，就算食咩都係好味嘅。即係你同啱嘅人一齊做所有嘢咧，應該都係啱嘅。大家今晚聽完首歌即刻去拍下拖。520好似唔關我事喎，分享一個小故事啦。我有個 friend，佢發朋友圈咧就好中意發嗰個老派約會之必要嘅。佢嘅歌詞寫得好好啦，飯後未倦嗎？跟我逛逛，再送你歸家。好浪漫係咪？當然係喎，佢每一任都係用呢個文案嘅。搞錯啦！佢歌詞入邊仲有一句咧，就係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，純靈魂對話。喺而家呢個時代咧，有人為你抌咗個手機，跟住同你齋傾偈咧，呢個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嚟㗎。難得一遇，因為呢一首就係當時我俾人求婚嘅時候，對方唱嘅歌，同埋因為呢一首歌嘅歌手係我好中意嘅一個好有才華嘅歌手林奕匡，就很好聽，很浪漫。唱句嚟聽下。終生不如天塌下來，只需挽着手。相依為命咯，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，永遠與你亦連在一起。哇，聽到都覺得好 sweet 啦，係咪先？而且呢個好經典嘅場面就係個演唱會，應采兒喺台下邊幫陳小春伴舞，仲精彩過台上面嘅陳小春啊！真係，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，你有個含春啦已經。含緊啊咩？含緊啦。唔好意思啊，收斂下，收斂下，收斂。容祖兒嘅《黃色大門》，心儀男孩常駐於身邊。你有冇啊？我冇啊，但係好啱有仔嘅女仔可以發去朋友圈燒一下恩愛。點解你咁中意呢首歌咧？因為我由細就好中意聽祖兒嘅歌，童年女神啦。係。00後做乜唔聽得容祖兒咧？你又搞笑啦！我細個有個 MP3，跟住入邊就好多容祖兒嘅同埋天使。推薦一下 Eason 嗰首《天下無雙》，相信大部分人都聽過吧？呢首歌咧，上個世紀喺大學嗰陣時拍拖咧，都有發過呢首歌嘅，係非常中意。其中最中意嘅呢個歌詞咧，就係想說你知整個地球上無人可使我更想奔向。非常之浪漫，淨係想奔向你喎。我都只想奔向前輩，前輩請跟我交往。好像又要撒一波狗糧。就是那一首我老公跟我求婚唱的一首歌，他現場給我唱的，感動得停嘅。但係呢段歌詞咧特別中意，不跟愛，我願意給你愛。他在 KTV，就是我點這首歌，他還不會唱的，他就說這首歌只唱給我聽。哇！